人類關注組。早前人類關注組講過最近喺墨魚遊戲入面綜藝感爆棚嘅陸永嘅故事，仲有佢拍教育電視嘅片段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片尾 click 過去睇返。而講完陸永，又點可以唔提佢嘅老友兼拍檔思君呢？思君嘅人生好傳奇，經歷過好多非一般嘅困難，但係佢嘅幽默同埋樂觀，亦係佢送俾自己最好嘅禮物。到底佢嘅故事係點嘅呢？喺講佢嘅故事之前，各位聽眾記得先 like 呢條片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撳埋個 long long 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思君原名鄭思君，英文名 Stephen。出生於1983年11月22日，佢天生就患有重型嘅地中海貧血症。喺呢度容許我借思君嘅故事，花幾十秒同大家分享一下地中海貧血症嘅資料。重型地貧嘅成因係遺傳，係由於父母都係輕型地貧患者，帶有地貧嘅基因。輕型嘅患者都唔會有明顯嘅症狀，所以如果唔係做檢查嘅話，好多時都唔會知道。我本身都係輕型地貧嘅患者，到20幾歲時做身體檢查先知。而如果兩個輕型地貧嘅患者結合生小朋友，就有機會生出重型地貧嘅患者啦。所以檢查身體先了解，再決定生唔生 BB 真係好重要。講返思君，由於佢係重型嘅地貧患者，佢終生都要定期去醫院輸血同埋打除鐵針續命。佢曾經喺14歲嘅時候為政府拍攝關於地中海貧血症嘅影片。佢提到由細到大，其他同學仔成日都有得去玩，但佢就要每個月去到醫院接受輸血。雖然係咁，細個嘅佢已經會講，唔係覺得好辛苦。而佢入行後喺訪問中講過，呢個世界有好多人都比佢辛苦。佢話去到醫院輸血嘅時候有人照顧，如果早幾十年出世，醫療冇咁好，佢分分鐘一早就死咗啦。而且細個嘅時候都唔知咁叫做慘，到後來大下又覺得已經習慣咗個病，所以都唔會覺得特別辛苦。由細到大都性格樂觀咁面對疾病，但係到佢5歲嘅時候，媽媽移情別戀，拋夫棄子，從此再冇聯絡。而思君都提過，佢已經唔記得親生媽媽個樣，亦都對佢冇憎恨嘅感覺，因為已經完全唔記得咗有呢個人，對佢冇任何嘅感覺。爸爸因為工作經常都喺大陸，思君可以話係嫲嫲一手一腳湊大。雖然唔係成日可以見到爸爸，但係佢覺得爸爸好偉大，兩父子感情深厚，咩都會傾。後來爸爸喺北京工作嘅時候識到新嘅伴侶，繼而再婚。思君話繼母係一個好好嘅人，對佢好好，好照顧佢，令佢覺得冇親生媽媽都唔覺得可惜，反而好感恩有呢一位繼母。本來以為自此就可以有一個完整嘅家庭，但係好不幸，思君嘅爸爸後來因為胃癌而英年早逝。而不幸中嘅大幸係，即使係咁，繼母仍然對佢好好。思君成日都會希望繼母可以再揾新嘅伴侶。而後來喺入行之後，繼母都不時會去到演唱會中支持佢。1996年，思君喺軒尼詩道官立小學下午校畢業之後，升讀位於灣仔嘅香港鄧鏡波書院。中一嗰陣就識咗同佢同一間中學，高佢2屆嘅陸永。明明唔同級，但係就非常之投契。喺陸永嗰集有講過佢哋中學時嘅少少趣事，大家記得聽翻啦。當思君仲讀緊中4時，佢就同陸永一齊組合咗農夫呢一對音樂組合。佢哋希望將佢兩個都中意嘅 rap 同埋 hip hop 音樂，好似農夫播種咁樣散播出去。思君喺2001年中五畢業之後，輾轉做過唔同嘅工作同埋進修。佢喺潮流雜誌 Milk 做過2-3年記者同埋廣告撰稿員，亦都喺觀塘嘅 Ivy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修讀多媒體設計課程。入行初期，當時農夫並冇太多嘅工作，出過 EP， 但係反應都麻麻地。佢哋唯有去做其他嘅兼職，支持自己嘅生活。思君又喺唔同嘅
媒體撰寫專欄，文筆唔錯嘅佢，後來亦都有出過散文集。2006年，農夫嘅派台歌《456 Wing》終於引起咗注意，大碟銷量都唔錯。1年之後，更加同風水師傅麥玲玲合作歌曲《風生水起》，唱到街知巷聞。自此，佢哋嘅演藝之路就開始比較順利啦。到而家，農夫已經一齊行咗25年。思君另外亦都有幫其他歌手嘅音樂作品作曲或者填詞，當中同農夫好朋友嘅已故音樂人方大同，有好幾首作品都係由思君填詞，包括小芳、很不低調、黑夜、放不過自己等等。關於方大同嘅故事，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喺片尾 click 過去睇返。除咗音樂作品同陸永一樣轉數咁快、口才了得嘅思君，一樣有主持唔少嘅節目，其中同嘟嘟姐合作主持嘅節目包括嘟姐去 shopping 系列同埋嘟姐有問題系列。喺入面佢同陸永妙語連珠，到而家都仍然有好多網民喺網上揾嚟睇返。除咗同嘟姐嘅節目，特別都推介可以重溫佢哋另一個節目《蛙鬼上學去之農夫篇》。佢兩個去到英國回歸校園，怕水嘅思君仲要挑戰好多水上活動，佢兩個仲用英文同當地嘅學生做演講添啊！而思君都拍過20幾套嘅無線劇集，當中包括2017年由黃浩然、黃翠如主演嘅《我們結婚了》，同埋由黃智賢、黃智文主演嘅《襲警奇兵》，仲有2020年由馬國明、黃智文主演嘅《降魔的2.0》，同埋2022年由洪永城、傅嘉莉主演嘅《凶宅清潔師》。當中思君都有好多戲份係主要嘅角色。另外不得不提 TVB 嘅 Big Big Channel 喺2017年嘅節目《西遊之八戒與沙僧》，由思君同埋陸永主演，思君做八戒，陸永做沙僧。呢個節目近日俾網民發掘出嚟睇返，佢哋兩個成日都爆肚，都真係幾好笑㗎。入行之後，思君同過林珊珊做 DJ 嘅大女李晴拍過1年幾拖，亦曾經同一位圈外人拍拖，同呢位女朋友更加去到談婚論嫁嘅階段。思君連結婚戒指都買埋，可惜最終都係分手。思君當時對媒體都坦白講自己好傷心，雖然一直有傳話佢女朋友因為思君嘅地中海貧血症而分手，但係思君就解釋過，只係當時兩個人都唔成熟，對婚姻大事好多嘢都未諗清楚。到咗2014年，31歲嘅思君終於遇上真命天子，佢同香港電台第2台嘅 DJ 黃天怡相戀，並且喺2019年修成正果。兩個人婚後非常之恩愛，間中都會喺社交媒體放閃。喺2021年至23年期間，思君更加做過無線 J2 台嘅創意總監。而去到今年，思君同陸永參加試當真嘅墨魚遊戲，由於陸永實在太好笑，所以令到網民瘋狂睇返農夫嘅作品。不過最可惜就係思君喺第1個回合狐狸先生幾多點就已經出局啦。如果唔係佢同陸永拍住闖關，應該會更加好笑。而佢被拋出局嗰時，陸永嘅毒舌當然係繼續瘋狂輸出，佢喺度串思君完全冇求生意志。思君嘅人生好傳奇，經歷過好多非一般嘅困難，但係佢幽默而且樂觀，所以可以喺艱難入面突圍而出，唔止收穫到好嘅事業同埋愛情，佢亦都將好多嘅快樂帶俾大家。今日嘅人類故事就嚟到呢度，唔知大家有咩感想，歡迎留言分享。另外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啷啷，分享俾所有中意聽人類故事嘅朋友，亦都可以考慮以 Super Fans 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我哋下集再見。